山顶纳凉也阁会当看火金菇，这是南投三林溪园区推出着看火金菇结合着天星的导览行程，吸引着真侪游客来参加。园方也强调讲，爱先保护好山林的环境，才会当让大自然一直生存落去。进一步来结合着教育的产业，制造较大的观光商机。黄色的光点闪闪烁烁，斗倒伫暗暝的天顶，互人亲像散步伫星空的大道同款。南投的三林溪热天火金菇大出，吸引真侪游客来这体验星光大道。大家人拢举一支红光的手电啊，400外的游客真有水准，点咧拜访这个火金菇的生炭地。等你的目睭较色暗乌暗的环境的时阵，看到这侪火金菇，这死一个，遐死一个。这40分钟的闪闪烁烁的洗礼，互民众讲实在有够价值的。相机脚架都没带下来，觉得值得拍。从山上，然后闪闪的慢慢到地面上，然后慢慢会在你的身边。如果你坐在这边的话，静静的观赏它，真的是非常的漂亮。有人后悔讲无早翕相机来记录这水的一幕呢啊！其实，甲火金菇的美景甲记伫个头壳内底，豆豆来回味，安尼嘛是真赞的。自然生态来斗大观光，三林溪的园区，甲热天的看火金菇，结合看天顶的星，连续4年免费带游客踏入秘境，来享受大自然的礼物。伫热天了后，这游客数平均对5万人，来到7万人。园区内底有430间房间，7月假日拢客满啊！啊，若毋是假日，逐工的订房。嘛冲到8成5，保守估计，干那7月就会当有2000万的收入。游客要观赏的数量比较多的，集中在夏季7月有蚊蝇，还有11月的秋天有秋天的萤火虫叫巨角雪萤，还有2月中旬以后的神木萤。重视生态保育，让生态欣欣向荣的话，可以带来很多的赏萤人潮，这也是三林溪做生态旅游的宗旨。暑假到啊，除了爬山耍水翕相，嘛会当来三林溪遮，担头看天星，档头看火金菇，因拢是闪闪烁烁，安尼会当提悬地方的旅游商机，嘛会当去学习到要安怎去保守大自然的山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